实在是一个真大稳定听堂的教会，伫上帝的照顾内面，咱真正有听心。总是伫上帝听丰富的稳定，甲咱三角同在的时阵，咱有一个更较大的意向甲目标。咱感谢主，咱的教会是一个听的教会。总是上帝互咱教会第二个目标，是一个祈祷的教会。那么祈祷对着个人的祈祷，了后咱会当到伫家庭的祈祷，或者是教会的祈祷，了后咱爱渐渐扩展，一直到会当为着国家、为着列国来祈祷。咱感谢上帝，安乐圣教会真正是一个听的教会。伫这一部分，就亲像咱顶礼拜所看到的信息，上帝应允另外一个代志。咱伫离非定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咱就爱离开离非定，去到西奈的旷野。伫西奈的旷野，上帝要亲自对咱讲话，要亲自将着伊迄个更较大的使命对咱来讲。所以咱这个时阵来为着两项代志来感谢、来祈祷。第一，咱为着咱过去得到上帝的保护甲照顾，上帝赏赐予咱遮尔济的听堂，咱继续来书写上帝恩典的记录簿，这是第一点。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伫咱的心上遮尔济、遮尔大的听堂。第二，咱为着咱家己祈祷，为着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整个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要进入祈祷的教会，通过祈祷来建立上帝的事工，来领受上帝的事工。通过祈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通过咱家己奉献予上帝来路用。咱正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咱就有法度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教会，为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社区城市。迄个时阵，咱会带出一个更较大的能力，更较大的权柄。所以，咱三甲做伙为着这两项代志来祈祷，咱同齐开声来感谢，请。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听，伫阮当中亲自赏赐一切丰盛。你是主，是上帝。来引带照顾你的百姓，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领受遮尔济恩典，伫你的祝福内底，你亲自引带阮，互阮离开家己所行的。主啊，乃是进入上帝你引带阮去行去做的。你帮助阮，主，当阮会通照顾你的家，主，你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互阮毋是干那停留伫宗教对上帝你的领受，乃是进入伫上帝你的丰富。主啊，你甲阮同在，阮也要甲你相同行。细囝甲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为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成就一切美好，帮助我、照顾我、引带我，互我伫上帝你所赏赐的听堂甲照顾内面，继续来向前行，除去我心中一切的软弱，引带我进入主你家己的丰盛，你的德性、你的强盛。主啊，这是你的听，这是你的恩典，你的确要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的美好，就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美好。主，细囝为家己祈祷，为着今仔日同日的倾听祈祷，为着教会会通进入这段的服侍，一个有效的服侍。主啊，我要将这一切的恳求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哈利路亚！将一切颂赞、阿乐、荣光归于你。你来引带我，你来路用我。主啊，是感谢你设立这316活动。主啊，互阮会通伫当中愿意起嚟的人，拢总得到听，拢总得到听，拢总得到听。愿颂赞、阿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主爱继续赐恩伫阮的内面，保守你的教会。路用你的教会，就互教会，互正义路，互上帝你君尊的祭司，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到伫伊的位置内底来服侍。互老爸是老爸，互囝儿是囝儿，互牧师是牧师，互会友、互兄弟姊妹执事，拢会当各在其位，同心服侍。愿颂赞阿乐，荣光归于你。祈祷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荣耀归于你，靠主耶稣圣名。
想事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主你过去安尼来训练阮、疼惜阮、养伤阮、鼓励阮。直到如今，上帝你的疼丰丰富富，伫你家己的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安乐性教会。主，阮领受遮尔济的疼，主你甲阮讲，阮的活命毋是干那停留伫个人、伫家庭的福乐，乃是为着社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列国来存在。阮伫所徛起的所在已经真久啊，阮享受稳定的日子已经真多。总是主，你要甲阮提醒，你也甲阮讲，鼓励阮讲，离开离非定，进入到西奈，伫刺皮的所在，开出上帝阳光的花蕊。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互阮诚侪听叹上帝的话，来得到强盛的教会。主，阮感谢你，仰望你的听，继续来引带阮，加添阮的信心，加添阮的信甲行动，通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甲主你同工，做成主你的工，甲主你同入伫你家己的荣耀内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建基啊报告，谢谢。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平安。昨暝安尼，人传一个优惠互我看，我看一个俗。400当前，因为咱今年咱是台湾400年啦。400当前，荷兰人来伫遮咧传教，就伫即个消融，消融就是即摆的咖喱啦。伫个教会吼，人咧用优惠画起来哦，咱的老祖公老祖妈伫遐咧聚会，搁咧教囡仔受洗礼，迄相拢画出来咧用画，迄阵啊无翕相嘛。画啊有够水啊！咱的老祖公老祖妈生得偌水，你知无？哦，咱是为着咱过去咱的历史，爱感觉骄傲吼。啊，带咱的幼囝，而且伫即个鼓励台湾历史博物馆展览，吼啊，带咱的幼囝去看。互伊知影讲，咱的老祖公老祖妈400年前，咱就接受基督教的文化，吼。好，感谢各位。下面要来做消息报告。第教会净散每一个家庭，春联甲红包袋，欢迎兄弟以家庭为单位到招待处领取，一家一份吼。第二，今仔日1月28下晡1点，要伫教会3楼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出席来出席会议。第三，1月29到31，就是拜1到拜3，南部教区木家的即个旅游要去雪霸国家公园，廖牧师夫妇、文官传道甲新环传道，因拢会做伙去。请为牧职同工的出入来平安大道。第四，2月7日到7、6，就是拜4到拜3，拜2拜4到拜过一个礼拜的拜2了吼。少岁传道夫妇因甲主日学的老师同工，拢总5个人，要去日本的北海道爱林教会参加美美国的研习会，请为同工的研习有美好的领受行程来平安大道。第5，2月70，礼拜6，正月7日，咱上午9点半要举行新春感恩的礼拜，敬邀兄弟姊妹大家做伙
伫一当新春的开始，当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以上讲补充报告，若无请敬拜团。兄弟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哦，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有出日头哦。昨个时阵有一个人甲我讲，牧师我讲，外口比内底搁较烧热，感谢主。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恩典的日子。上帝所赏赐予咱，真正是一个美好的宝岛台湾。伊安尼遮尔疼惜咱，咱要伫伊的面前来献上感谢甲阿乐的祭。咱请同齐起立，同齐来吟唱这首诗歌，来阿乐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乐，一切圣道阿乐主，阿乐，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圣道阿乐主，阿乐，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乐主耶稣，愿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咱这时同齐做伙来讹乐咱的主，要安怎样讹乐呢？只要感谢祈祷来讹乐咱的主上帝。为着这礼拜你所经历上帝恩典，所有一切的平安，你知影其实平平安安拢无代志，就是上介大的恩典、甲疼痛、甲照顾。所以为着上帝所赏赐予你的，检查有啥物人送你物件，检查有啥物人伫啥物事上来帮忙你。检查你伫艰苦的时阵得到什么人对着咱的鼓励，咱拢将着这一切来感谢主。你会晓孝顺上帝恩典，你真实来讹乐咱的主，互迄个讹乐敬拜诚侪真实芳芳的祭，献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开声来祈祷来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你甲阮三角同在，祝你保守看顾世间经过，互我会通伫这一礼拜内底。互世人甲人三角做伙，主啊，我要感谢你，互忧伤的心灵来得到帮助，得到鼓励。主啊，我要感谢你，伫你的厅内底，你要继续赐阮、引带阮，就当你是主，是上帝，你要伫阮的心上成就一切的美好。主，我要感谢你，因为有真侪同工陪伴伫阮的身边。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赏赐阮，甲你三角同工的喜乐、快乐甲平安。主，我要感谢你，赏赐阮有智慧、有能力、有管柄。主啊，要甲你三角同心同行。你是主，是上帝，所阮伫一切超随你的人的心上。主啊，我要感谢你，你就是安尼一路陪伴阮，一路扶持阮，所以我要感谢你。你会听你的主爱，直到世世代代母强母亲，就到你伫你的百姓当中。成就一切的美好，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亲自照顾兄弟姊妹，互阮会通伫你的厅内底，甲你三角同行，
活出你的喜乐，活出你的美好。感谢主，你就是安尼，这样听小愿，保守因话，我哋的百姓伫平安中来有能力继续向前迈进，直到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主耶稣，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主耶稣，愿荣耀归主，地高永永远远。一切成功。主，愿荣耀归主，愿荣耀归主。阿主耶稣，愿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好不好？将阳光归于咱的主，咱的上帝。亲爱的姐，请坐。世界有动荡不安，国家也有真侪的问题，兼在政党甲政党也有因真侪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咱的人生兼在嘛会拄到这个困难、迄个问题，总是一定爱会记哩，唔好将着困难无限量去甲伊放大。上帝应允咱，会要用恩典陪伴。咱爱注意看的，唔是咱的问题有偌大，咱的斟酌认真的，是咱的上帝有偌大。咱一定爱认捌上帝，独到咱认捌上帝，咱就会愈经历上帝，因为伊要用恩典陪伴咱。引带咱，上帝的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多艰苦，伊有愿带路。要咱坚心活靠，伊会推，伊会关靠好。咱无伫看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出是阮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他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上帝的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有愿带路，只要咱坚心活靠。无伫看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做是阮人生风波。
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上帝的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犹原带路。只要咱真心活靠，伊会带，伊会拐保护，咱无伫看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做是阮人生福报，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了恩惠。
咱的主既然遮尔啊疼咱，咱就是用全部的生命拢奉献予伊，也个是无法度报答伊的恩典。但迄个奉献的心志，的确就爱伫其中，放伫咱的内面，采取实际的行动来服侍人，来见证主，用咱的活命将基督的水、基督的疼惜、恩典显明出来。迄就是咱活命内底真实的奉献。请咱三甲做伙起立，同齐用这首诗歌，诚侪咱家己活命奉献予主的一个宣告，甲一个实际的提醒。主要何欢，我会奉献。我的一生做你采用，虽然我规日无够用，我的心志却是坚定。主要何欢，我愿奉献我的生命做你采用。虽然我心心真软弱，困求求主是阮属好，亲爱主赞我勇敢勇情，传播福音，亲爱主帮助我免搁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绵绵热热，我拢爱听，阮电予我高兴。我要奉献我的一生，做你采用。虽然我规日无够用，我的心志却是坚定。主要何欢，我愿奉献我的生命做你采用。虽然我心心真软弱，困求求主是阮属好，亲爱主赞我勇敢勇情，传播福音，亲爱主帮助我免搁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绵绵热热，我拢爱听，阮电予我高兴。亲爱主，亲爱主，赞我勇敢勇情，传播福音，亲爱主帮助我免搁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
亲爱的主，帮助阮，互阮勇敢向前，互阮见证主你的名。不但是阮读的明白上帝的话，读识上帝的话，佫较是有信心将上帝的话行出来。安尼，阮的信仰就会当对宗教内面行出来，进入真实甲上帝的连结。阮就会当诚侪真实上帝后生查某囝，阮就会当诚侪真实君尊的祭司。主你来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伫你的恩典上力上加力，互阮真实活出上帝国百姓的尊荣。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即时要三甲做伙同齐来启用，启用文第4篇，启用文第4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咱同心来上读。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强枪得传扬伊的手段，一日到迄日发出言语，一暝到迄暝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通听。伊的量大，分遍天下，伊的言语通到地极。上帝伫其中为日头安设帐幕。日头亲像新郎出洞房，伊个着勇士献一拳炮。伊对天这边出来，射到天迄边，无有一米，无受温存，无得到伊的烧气。阿免。愿上帝亲自祝福伊的话，又搁照伊的话所讲，伊对天这一边出来，射到天的迄一边。无有一米受温存，无对伊来得到烧气。上帝的确要亲自赏赐恩典伫咱的身上。日头如果若是会当互万米得到伊的烧气，创造日头的主上帝，的确也要互万米对伊来得到恩典。因为咱的主，咱的上帝安尼讲，伊要用恩典陪伴咱，要一世人甲咱三角同行。为愿咱伫主伊的面前来领受这活命的祝福、恩典甲疼痛。咱伫主的面前，的确就安尼讲：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你亲自录用我，使用我，甲我三角同行同徛起，是你的应允。所以主啊，互我因为你的应允，我通真实进入甲你同行的实在。咱同齐献开周报第4面，咱来上读。本周的主要经文，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示罗伫遐里有以利的2个囝，何弗尼、回尼合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利的2个囝是歹人，无认捌耶和华。安尼，这2少年人的罪伫耶和华的面前真重了，因为因藐视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对约伯讲话了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讲：我会受气，你甲你的2个朋友发作，因为恁议论我，毋达到我的奴仆约伯讲的事。即是恁爱取7只牛犅、7只羊犅，到我仆人约伯遐尼去，为家己献上烧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要为恁祈祷。我因业立伊，就无照恁的愚妄办恁。恁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事。对安尼，提曼人以利法、苏瓦人比勒达、拿马人所发，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业立约伯。阿门。咱个再一届下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也是互阮成做君尊祭司的主上帝。阮得到祭司的名分，不但是互阮得到一个头衔，主阮更较恳求的，是互阮实实在在活出这个头衔内底所有一切的责任、权利、权柄甲能力。通互阮伫即个头衔内底，实实在在活出迄个头衔内底所有的一切意义。亲爱的主上帝，为你国度降临的缘故，恳求搁再一届，因着你的疼，来割我团港人的喙舌，教示伊的心，教示伊的灵。通互伊照着上帝你的心意，传达正确的话语。你的话语伫伊的内面得到正确的传达，使阮通互阮讲甲听的，拢总同齐受到上帝圣灵的引带。圣灵啊！恳求运行伫阮当中，引带阮；恳求伫阮当中赐恩互阮；恳求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互你的旨意得成，伫安乐圣教会，亲像伫天年共款。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顶礼拜咱有讲到，以色列人对着埃及出来，了因上帝无带因行非利士地的所在，因为迄个时阵以色列人也未堪得征战，所以上帝带因对着苏尼的旷野到顺的旷野，了来到利非定有一段安静安息的时间。迄个安静安息的时间。上面是予咱的身体得到休困，另外一方面是为着要和上帝有搁一个活命目标的调整。有的时阵，咱的人生打拼努力到一个地步，渐渐咱就袂记得到底是为着什么来打拼。做牧师人有一个真大的试探，就是当教会起初开设的时阵，伊会真认真；或者是伊受派到一个所在，伊会真认真。过一段时间，伊可能会伫迄个所在，感觉伊做的代志有一寡成就，有一寡上帝所悦纳，会听到一寡人对伊的学乐，了渐渐伊就袂记得伊为虾米服侍。结果伊的服侍内底，会期待掌声，伊的服侍内底会期待别人对着伊的敬重，但是迄是一个试探，迄是一个真大对传道人的伤害，因为伊长期落尾，渐渐行甲世俗同款，服侍诚做是伊的职业，伊的人生活命变做干那成就家己的野心，毋是甲上帝相甲同心。咱的人生打拼努力，到底是为虾米货？一定爱定定倒转来，伫西奈的旷野，毋是伫利非定迄个所在继续安逸过日子，乃是来到西奈的旷野，对焦甲上帝三甲调整，是咱调整咱甲上帝对齐，咱才有可能继续进入咱的使命。
以色列人因的使命，因的应允，因的使命就是因的应允，因的应允就是因的使命。因要进入迦南地，将民因享受甲上帝同在，将民因听叹上帝的话语，因就当安然徛起。伫万百姓当中，因会徛头无徛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互咱看到，咱毋是追求伫离非中安逸的日子，咱来到西奈山，爱继续向前，听叹上帝的话，这是对的。但是，毋是干那听叹上帝的话。雅各对着这个代志，来到新约的时代讲。人既然听上帝的话，毋是听着随袂记哩，乃是放伫心内底思想，并且照着安尼去行，特伫所行的事上，一定会得到福气。所以以色列人因离开了，因来到第一个所在，上帝呼召因是有使命的，因的使命就是因的应允，要伫上帝内底，凡事得到满足，凡事得到荣光，因为安尼。显明了，因是上帝百姓，甲这个世界的人是有分别的。犹原咱同款爱努力爱拍拼，但是世间人的努力甲拍拼会得到某一个程度的成果。咱的努力甲拍拼，咱嘛会得到某一个程度的成果。但咱毋是干那有靠家己的拍拼，都无，咱阁有上帝通去倚靠。所以咱甲上帝同工。咱就会真正做上帝的百姓，大声求上帝国甲伊的欢喜，上帝就会成就一切美好的代志伫咱的身上。咱的画面内底，圣经内底有一对姊妹啊，这两个姊妹啊，一个叫做马代，一个叫做玛利亚。玛利亚看到主耶稣来的时阵，紧的去传一大堆澎湃物件要互主耶稣食。玛利亚这个小妹。坐伫迄个所在，听叹耶稣所要讲的话。亲爱兄弟姊妹，咱爱认真、爱努力、爱拍拼。但是当迄个时阵，马代无用恻查的时阵，耶稣伫迄个所在，甲玛利亚咧讲话。直接就甲主耶稣讲：主啊，你安尼足无好，我咧无用甲要死的，煮一顿青草要互你食。啊，阮小妹伫遐。啊，就干那顾含你讲话，啊，未来斗3工，啊，你不要甲伊讲者。主耶稣甲伊讲：马代玛利亚，马代啊马代，你为着真济代志咧无用，但是玛利亚有一个上好的福分，是人无法度甲伊夺去的。玛利亚做啥？玛利亚望着主耶稣的心意。有的时阵，咱做真济工，但是无一定。咱做了对当，咱需要做的是上帝。这个时阵爱咱做啥？上帝无欠食，上帝无欠用，上帝欢喜甲咱三甲做伙同工。我逐个月会提淡薄仔所费，互阮妈妈。了有一天的时阵，中昼，我和阮妈妈做伙食饭，我妈妈。语意深长的说了一句话，伊讲啥物货呢？伊毋是讲我吼一月日摕偌济互伊开呢？我若摕钱互伊的时阵吼，伊拢会讲多谢。我讲吼，妈你后家莫安尼讲，你着爱讲吼，啊是安尼尔，哎，哦，妈妈敢是安尼哦，啊是安尼尔，啊即摆拢甲我讲安尼呢，啊你要讲的着家己笑，我好来。迄一天，我妈妈做伙食饭，然后我妈妈甲我讲一句话，你真足听。伊讲吼，到这个年纪吼，有一个后生做伙食饭，迄是我欢喜的代志。我阁讲一解，到这个年纪吼，有一个后生陪我食饭，这是偌尔欢喜的代志。啊，无你敢有？玛利亚望着主耶稣的心，咱的服侍毋是我要为上帝做啥，咱的服侍是上帝爱咱做啥。
这个重点可能更加重要。这个重点可能更加重要。所以上帝既然予咱伫2024年有一个目标，君尊祭司的国度，咱就按照这个目标来努力。因为咱是和世间有分别的，咱若大声会晓尊敬上帝的旨意，会通先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都已经遮清楚甲咱讲啊，咱若照安尼去行，剩下的代志上帝拢会负责。这是属灵的原则。上帝已经讲啊，咱就照安尼去行。这是一个得到恩典福气的方法。毋是咱一直伫迄个所在无人，咱乃是伫迄个所在会晓得安息伫上帝内面，因为咱是由上帝分别出来。上帝对咱是有使命的，上帝对咱是有期待的。上帝甲咱讲：我的囝，你大声甲我的心思意念弄互清楚，剩下代志我拢会为你负责到底。安尼咱的人生就会轻省。上帝望咱会当成做咱家庭的祝福。当昨日的时阵，牧师和牧师娘去处理吴天荣姊妹伊的先生，伊的个别礼拜。了，伊这个查某囝写了一个物件，写了一个伊的见证，互我。伊讲，伊是因厝内底第一个信主的。因为第一个信主的时阵，受到因厝内底真济的迫害，但是有一日，有一个牧师甲伊服侍，然后迄个牧师甲伊讲：“细囝，你亲像伫旷野行踏，你伫迄个所在行来行去，无人陪伴你，但是请你会记哩，有我一直伫你的身边。我要互你成做你家庭的祝福，我要互你看到我对你的疼。所以经过10几年，因妈妈、因小妹、因姐姐，以及到伫上路尾，因爸爸伫病床顶是牧师去甲伊洗礼。亲爱兄弟姊妹，你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上帝要亲自透过你祝福你的家庭，毋那是干那祝福你的家庭，佮要祝福借着你祝福社区，借着你祝福这个城市，借着你祝福这个国家，咱一定会当安尼做。所以你是有分别，你是将来要甲上帝做王，你是王子的身份，或者是小公主的身份，你是皇帝的。这个亲戚朋友，你是一个大使，你一定爱看重这个身份。祭司伊是徛立伫上帝活人甲死人当中，徛伫死人甲上帝的当中。你是一个祈祷服侍的人，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了后照上帝定德来献祭献德，互上帝业纳。伊代表上帝按照百姓宣告赦免，赦免这个字。毋干那是罪来得到消除，下面这个字更较重要的是，因为你已经成做一个清气的器皿，所以上帝会当搁再一摆将着遐美好的物件倒入伫你这个干仔内底，伫你这个蚵仔内底。上帝互咱会当重新搁含伊联络祈祷。上帝无听罪人的恳求哦。只有一个情形，就是罪人若有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会搁甲伊交陪。所以咱今仔日对上帝得到赦免，毋是干那咱的罪无去，重要的是咱爱和上帝搁再连结，了后听上帝的声，做上帝所意爱，要赐恩互咱、赐福互咱的遐代志。上帝其实就是咧将迄个得到恩典福气的物件赏赐互咱。人生的道路照上帝话语去行，你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上帝要互咱成做一个国度，毋是个人的，是家庭的，是社区的，是城市的，是国家的。迄个集体恩膏会伫咱当中来显明，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伫教会，上帝的心意毋是伫政党，上帝的心意毋是伫总统，上帝的恩典是伫教会内底。所以你爱成做一个君尊的祭司，我爱成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咱爱三甲做伙成做祭司，但是咱爱真斟酌注意。有的时阵，咱挂着一个头衔，但是咱无一定有迄个头衔的实质。圣经甲咱讲，安尼咱就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祭司。什么叫做有名无实的祭司呢？伫示罗迄个所在，以利咧做祭司，这个支派是受上帝所竞选的利未的支派。以利伫迄个所在做祭司，伊的两个囝嘛做祭司，这两个囝或者何弗尼甲菲尼合。因做耶和华的祭司，但是圣经讲啥？以利的两个囝是歹人、恶人，无认捌耶和华。因毋是无听到耶和华的名，因的问题是啥物货？因的问题是知影爱敬拜耶和华，因嘛会晓得做礼拜所有一切的礼仪。但是因虽然是安尼，因将着这个做礼拜的礼仪，因该当作是一个职业咧服侍，因安怎样啊？当百姓来献祭的时阵，因伫遐来甲百姓有一寡会遐献祭的物件，有一部分是爱归予祭司。但是通过这个过程内底，因是爱伫遐甲这个物件先煮互伊好，了后来献互祭司，了后去献祭。但是这两个囝较爱食烘的。无爱食用水煮的，因爱食烤肉啦，无爱食白沙棍的啦。所以人一个咧煮的时阵哦，因就摕迄三骹拄的签啊，就来甲迄肉签去。了百姓虽然毋是祭司，但是因嘛喏，因知影献祭的礼仪，这个物件是爱大声撒互伊食，才来献祭的。但是做祭司的知影无？知，但是安怎为着家己的私欲。我就是要食烘的，所以就甲伊插起来，拄去讲安那，我毋是要食煮的，安那我要食啥？我要食烘的，你互我摕来，若无我就无爱。亲爱兄弟姊妹，若要用咱即摆话来讲，就是吼，今仔日咱奉献了，咱主日奉献了，了会计出来服侍的同工伫头前这个所在。咧算奉献，了后呢，我牧师，我就来，就把钱给抢起来。我讲你钱先我，我就是要即马摕，我就毋是将来还要摕。你若无互我后盖我就顿呆，我就无爱甲你祈祷，我就无爱甲你讲道，好做你去哦。亲爱兄弟姊妹，到伫路尾，你若看到牧师安尼看到钱牧师讲，我甲你讲。你就会对上帝安怎失望？毋是上帝互咱失望，是啥？看到上帝的奴仆是安尼的人，所以伊就会失望。同款上帝，或者是看到咱是安尼，或者是这无道友来看到教会内底这虚假的代志。讲咧服侍上帝哦，到尾拢嘛是安那服侍家己的腹肚，安尼即个宗教嘛免啊啦。圣经讲啥？圣经讲，这两个少年的人，伫耶和华面前的罪极重了，因为因藐视耶和华的诫命。另外一个翻译讲啥？因互人讨厌甲耶和华上帝献祭。用咱即马的话，信用的话讲啥？伊就害人跋倒啦。用咱即摆话来讲原来安乐信教的牧师是安尼哦。我看已经教会也无啥路用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受提醒，咱爱会记得，咱是君尊的祭司，迄个身份真重要，毋是干那互做祭司。
迄个名声好听，是祭司又有权柄，又有力量，又有稳定。以利的两个囝是啥个？恶人、歹人，伊无认捌耶和华，毋是伊毋知影耶和华的名。恶人这个字，嘛毋是讲伊做歹的尔。恶人这个字有真重要。咱若斟酌看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哈，伊伫个所在讲啥？这个代志，这个人伫上帝国度内底安怎？无啥重要，无啥路用，就那涂粉啊咧啦。啊，你莫甲插。哎呀呐，迄无路用啦，迄毋免啦。迄个人伫属灵的世界，敢有法度产生影响力？无，并且伊啥？伊是邪恶的。伊心思意念内底，虽然我是咧敬拜上帝，但是实际上我是咧满足我家己的欲望。伊咧毁害上帝国，伊咧毁害人对上帝的敬拜。并且这个字到伫落尾，特别是指着伫属灵的世界内底，迄个活命内底会无路用、无重要、无能力，甚至是安怎卑鄙的小人。咱爱对着何弗尼甲腓尼合因的服侍活命内底，来注意着，来明白着。这个代志的重要性，咱爱片面沦落变做一款无合格的祭司，咱爱进入伫一个合格的祭司内底。这个合格的祭司是对着个人甲朋友内底开始来着开始的。圣经约伯记内底有讲到一个人，或者约伯，这约伯。伊伫个活命内底，伫遐呢，过去伊是一个祭司哦，伊定定为着后生查某囝献祭，上帝也欢喜伊所有一切献祭。了，伊伫当中啊，为遐来献祭的时阵，上帝伫个所在讲了后，伊就伫个当中啊来做，但是魔鬼撒旦伫遐来控告约伯。伊甲魔鬼甲上帝挑战讲，是安怎约伯会爱你，是安怎约伯会听你，是安怎约伯会服侍你。所以啊，伊伫迄个所在讲一个代志，上帝啊，你着甲伊为篱笆，对无？伊的厝遐大间，哦，大拢别种呢，佫毋是？伊大诶别种哦，若伫新华诶所在，咱着莫讲啊，毋是？伊大诶别种哦。有4间安乐性教会遐尼大，对因兜的即个便所的门口，行去甲便所，阁爱行3分钟。哦，啊，双边边啊吼，拢阁有放遐花蕊，哦，啊，迄围墙啊吼，拢阁种遐哦，世界各国吼满转来，涂骹拢铺韩国草。上帝，你若讲伊伫新化，毋着准拄好啊？毋是呢。伊是伫中正路呢，约伯当然嘛敬拜你，伊当然嘛敬拜你，你着甲伊顾甲遐好，上帝讲好，了后的时阵啊，一暝之间啊，全部所有物件拢总无去啊。了后，上帝就讲，甲撒旦讲，你看，你爱我伸手攻击，你讲约伯袂听我。你来看，伊即马因厝吼地动无去，害去啊，拢总无去啊。哦，来讲了后时阵，伊就讲啊，上帝啊，我咧讲啦，伊的厝无去，物件害去啊。嘛个吼，我咧讲，伊遐牛啊、羊啊、啥物货啊、鹿个、属个啊，伊金啊、条啊、啥物货拢总抑个伫咧啊。黄金、泉州拢抑伫咧，伊当然嘛爱你，啊，得等下个去就有啊。上帝讲好。哎，你甲伊夺去，结果迄一暝啊，贼仔吼，甲因兜的黄金啊、泉州拢搬了了。了后时阵啊，上帝甲撒旦讲：你有看到啊？你讲伊的金啊、衫拢总无啊，但是约伯即马伊嘛是搁听我啊。啊，上帝啊，毋是安尼啦，我甲你讲啦，别人的囝死袂了啦。
对无？啊，别人囝若死了了，家己的囝嘛还袂死，无你家己的囝拢讲家掠走，看约伯还佫会敬拜你，还佫会侍奉你无？上帝伫迄个所在，结果伊的囡仔到尾啊，拢总无去。圣经讲，伫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无用伊的嘴来犯罪。伊有完坚守伫上帝面前，了伊的三个朋友啊，对远远的所在啊，若讲我住伫台南，安尼可能一个就对台，一个可能对台北来啊，一个对着花莲啊，一个对台东来，安尼安怎来看？三个人坐伫遐三暝三日，一句话拢无甲伊讲。到尾手的时阵三个朋友就开始伫遐讨论啊。约伯啊，我甲你讲啦，你一定得罪上帝啦。约伯啊，我甲你讲啦，人就是无缘无故受苦，嘛袂当埋怨上帝啦。约伯啊，我甲你讲啦，你若毋是你犯罪，就一定恁祖先犯罪啦。所以你今仔日才安尼凄惨落魄啦。约伯伫迄个所在想来想去，约伯伫迄个所在想来想去，伊讲上帝若假是安尼的时阵，我嘛无话讲。但是我的祖先有犯罪，今仔日追到我遮尔来，或者是我伫道德上有犯罪，但是我就想无，我的心清气，我的手洁净，上帝的确，我一定会堪得上帝用汉镜、用显微镜来帮我检查。若是我有啥物毋对，上帝来讲。了，因三个朋友伫迄所在讲，约伯，你搁安尼讲，我你毋讲你介敖，全世界拄好你上好。约伯讲，我毋是讲我上好，我是干那甲我所做有的，我所做的代志，我实实在在甲恁报告，我并无做啥物对不起上帝的代志。因就愈毋甘愿啊！约伯你安尼凊彩转咧，鼻孔压落的无好人啦！我你讲，你一定是安怎的啦？是有影。但是啊，鼻孔压落无好人啊，虽然伫迄当中，但是我已经限制，并且自我会知影歹甲好的时阵，我就极力遵守上帝的话，并无搬过伊的律例典章。所以约伯伫迄个所在讲：上帝啊，我恳求你，求你甲我讲话。我若是会当的时阵，求你甲我讲话。过去的时阵，你听我的恳求；过去的时阵，你知影。上帝啊，我今仔日是安怎拄着这代志？虽然天顶内底撒旦和上帝伫迄个所在看约伯，但是约伯安那？约伯毋知影天顶发生啥物代志啊！所以，敢若当甲上帝求，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上帝啊，求你引带我；上帝求你，搁再一摆，互我会当踏进你的心意。上帝啊，拜托你甲我讲话好无？亲爱兄弟姊妹，这是毋是你人生上介大的呼求？上帝啊，求你甲我讲话。咱偌尔济时阵，就是意爱和人讲话，但是真少和上帝讲话。但是咱需要学习怎样甲上帝讲话。咱有看上帝，我和你讲话是我这活命，我这世人上介重要的代志无？所以三个朋友伫迄个所在，代表上帝啊，替上帝辩解。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上帝讲因为恁伫迄个所在议论我，议论这个意思毋是论断别人毋是批评别人。议论这个意思，就是伫迄个所在讲上帝应该是安怎，上帝应该是安怎。其实这三个人拢安那，拢替上帝咧讲话呢。讲的嘛无毋对呢，但是时机毋对，内容是对，但是时机毋对。迄个亲像讲我倒蕊目睭去受伤近视，你敢若一直医治我的正平的目睭，安尼听无？
因的问题就是出伫遐，毋是因讲的拢总对。但是吼，我出问题是我倒蕊的目睭，但是一直讲我正蕊的目睭，吼，啊无就是讲哦，我耳孔有问题，才会去影响到目睭，啊无就是讲哦，我骹无穿袜啊伤冷，结果的目睭啊冻伤，啊，就是这个问题啦。我伊讲的拢总对，但是迄个时机毋对，迄个论述内底伫遐呢替上帝讲的，但是约伯是讲啥？约伯伫迄个所在，伊讲啥？讲我应该得到的你伫上帝遐呢？上帝啊，我伫遮尔济艰苦困难的日子，上帝，你哪毋爱我归去我死死的？你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你应该有你家己美好的旨意。上帝，你爱互我知，你爱互我伫你的面前，真正我就是要死吼，我嘛爱啦，死甲甘愿啦。所以救助家己的年日，伊伫迄个所在讲上帝啊。是安怎？伫我出世的日子，有爸母来接纳我呢？倒不如迄一天拢总无去，倒不如我莫活伫这个世间，安尼，即今仔日我就袂拄着这苦情。上帝啊，我活得足艰苦，我求生不得，求死又不能。上帝，这个时阵我要安怎样我活落去？我做无遮尔济代志，你若讲我做歹，吼，安尼我受报应，我甘愿。但是上帝，求你监察我。我若听到你的话，无照你的话去行，上帝啊，安尼你刑罚我，我甘愿。但是你嘛爱互我知，通互我后界当介意啊。但是我真正毋知，我无法度。上帝求你，搁再一届我讲话。约伯上帝啊，那照大卫包身伊的统计内底，伊讲啊，约伯36摆。甲上帝发出质问，伊提36摆的代志，甲上帝讲：上帝啊，求你对我讲话，上帝啊，无你甲我讲互清楚。36摆了，当这三个朋友伫迄个所在议论上帝了，佫有一个少年啊，佫出来吼，换了个。添油加茶呢，吼，佮伫遐家点一下。上帝实在吼，看这人吼，拢感觉家己是上帝咧啦。你有无？你有发现一个情形无？迄廖牧师若是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廖牧师你一定安怎，你一定安怎，你一定安怎，一定。讲到尾也袂输，家己拢拿上帝咧，你知无？啊，这嘛是我的通病啦吼。真济时阵。咱实在是更较爱斟酌咱的言语，斟酌咱讲这个代志，咱是咧讲咱的话，也是真正咱求上帝赏赐互咱讲适当的话。以后的时阵，咱就伫当中，你斟酌注意看哦。圣经讲哦，上帝甲伊讲哦，恁这三个人哦，爱准备7只牛公、7只羊公，到我的仆人约伯遐。恁为家己献上烧祭，我的仆人就为恁祈祷，我就因为业立伊，就无照恁的愚妄来办恁，恁议论我，毋达到我的奴仆约伯来议论我，来说明我。咱斟酌注意这个代志，上帝所看重的是啥？对这个事件内底，咱所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是啥？上帝所看重的是真实的信仰，真实对上帝的交陪，毋是将上帝当作神主牌伫遐拜，毋是。咱必须要真诚实来面对上帝。上帝当然伟大，袂堪这武万，但是武万甲超出上帝是无共款的。人上帝提出问题，讲你看，上帝就是安尼袂当，上帝就是安尼含慢，上帝就是安尼。我甲你讲，这个上帝唔免信啊，这叫做武万。但是什么会或者议论上帝、认识上帝？迄个意思是，亲像约伯，伊一直上帝发出一个问题：上帝啊，如果若是安尼求你我说明，上帝如果若安尼求你我说明，上帝如果若是安尼我求你我说明。你知影
约伯向上帝发出真济只呼求的声音，甚至咱若讲较即马现代话，就是约伯向上帝发出36摆的挑战。问题，上帝有甲回答伊的问题无？上帝无回答伊的问题。上帝用这样代志，或者智慧。上帝伫迄个时阵出现的时阵啊，伊就伫遐呢来甲约伯讲：约伯啊，约伯啊，我看见你的心啊。约伯啊，你若是真正晓智慧、晓聪明、晓能力，来，麻烦你徛出来一个，咱互相来辩论一下。无约伯，我甲你讲，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若知，你就甲我讲啊。我咧设计天顶的日头、甲月亮、甲遐星星的时阵，请问你伫倒位？约伯敢有法度回答？上帝佫甲伊问讲啊，无迄粒星号做啥物名？迄粒星号做了的立心吗？还是迄粒星或者啥物名？迄个名是啥物人号的？约伯，你敢会当甲我讲一下？上帝佫甲伊问讲啊，你也看。迄恁七姑遐吼，11月的时阵吼，拢有黑面琵鹭啊。黑面琵鹭是对西伯利亚飞来啊。恁咧飞机吼，若伫天顶飞吼，若无 GPS 吼，连个飞机都毋知飞对倒位去呢。无我甲你讲，乌面拉飞吼，对西伯利亚飞来恁七姑遐，无请问咧，是谁咧甲引出来？要不要你敢知影？无伊头壳敢有装一个 GPS？ 无约伯，我佫甲你问吼，你知迄酷鱼吼，酷鱼遐大只，对无？比恁人佫较大只。但是你敢知伊的头壳、伊的脑袋、伊的脑容量偌济？伊的脑容量吼，差不多恁2支镜头拗起来安尼尔呢。爱啥力遐大，爱遐咬受气。佫有法度吼，食河马呢？伊若甲河马夹掉咧的时阵啊，伊会死亡翻滚。了后，河马喏，当然河马当然我伫水内底，但是喏，会晓游泳到水淹去吼，是2项代志啊。你看伊遐有力，你看你酷鱼遐有力啊，但是伊就遐咬受气咧，爱是安怎会安尼？上帝吼，一连串吼，等真济问题，一直甲伊问，一直甲伊问，一直甲伊问，问到尾啊的时阵吼，约伯知影一项代志，上帝啊，歹势实咧，我毋对，因为我用我有限的经验来挑战上帝你的专能。咱的人生无一定有答案，但是一定有上帝的业力甲美意。真侪时阵，咱咧讲答案，其实是我想要爱迄个物件，对无？真侪时阵，咱咧讲答案，其实是咧求啥？求我要爱迄个物件。咱真侪时阵吼，含我过去的时阵吼，我嘛会做即个见证。我安尼有一天的时阵，我想讲我只是我细汉的时阵我就讲我若有一台脚踏车，佮跑车古早的脚踏车拢无安尼，拢迄款淑女型的嘛，咧手腕是安尼举起来安尼对无？但是你敢知影？人迄个迄阵阮读册的时阵国中迄阵跑车是啥？跑车是安尼，手腕毋是举起来啊，这叫做淑女车啦。查甫囡仔无应该骑即个淑女车啦，查甫囡仔啦爱骑迄个拗落的，骑起来安尼有无？就爱骑迄个跑车啦，上帝啊，你爱互我有迄个跑车啦。结果也无啦，安尼上帝袂堪这信，上帝哪有啥物信息的咧？咱就是用咱家己，咱讲的答案其实就是啥？我想要爱，想要满足迄个欲望嘛。你会记得牧师甲各位讲过无？上帝咧回答人的祈祷的时阵咱真侪时阵拢做见证我到伫路尾车的时候，当有一天我真正得到迄个跑车的时阵感谢主，上帝有听我的祈祷。咱就是感觉一样代志，
代志若有照我的顺时意思吼，安尼就是上帝有听我的祈祷啦。啊，若无照我的顺时意思吼，安尼就是啥？上帝无听我的祈祷啦。安尼听有无？所以真侪人拢讲，来牧师你来替我祈祷，你祈祷较灵啥？哦，乡亲啊，你莫安尼害我啊！万不离我祈祷，上帝若讲无好咧。亲爱兄弟姊妹，你也叫你牧师甲你讲无？上帝咧回答人的祈祷吼，计先有4种哦。第一是啥？上帝讲袂当，有无？上帝讲袂当，袂当，敢毋是一个答案？是啊，上帝甲你讲，啊无搁等一下，搁等一下，敢毋是答案？你12岁就要爱一台奥多麦，上帝讲你18岁考到驾照再来讲，啊毋是爱等一下？我讲无，我即摆就是要爱。无照驾驶，到尾要弄死啥物？到尾要弄死，上帝毋得去陪恁妈妈一个后生查某囝。哦，上帝讲啥？去等一下。第三个啥？上帝讲好，啊无照你安尼，互你就真正有需要。第四个是啥？上帝讲你只要安尼尔，我会当互你搁较好的呢。但是咱真侪时阵哈，就是伫咱意爱的时阵，咱就马上爱摕来。上帝回答人的祈祷，上少有这4种：袂当、等一下、好，我互你搁较好的。这4种拢是答案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用真济的问题、真大的智慧来问约伯。约伯伫迄个时阵，才了解到。咱所了解的是何等的有限，咱敢若用着短短一寡，咱即马所拄着的这代志，咱就咧论断上帝，咱就咧定义上帝，讲上帝是啥物货。其实上帝伫过去、现在到永远，遮尔大，咱就敢若用一公里的尺。啊，无用光速比来测看卖啊咧！我来讲，咱永远测袂出来上帝是啥物货。终其落尾，拢甲是亲像青梅咧望墙共款尔。伫家己的印象，伫家己的想法内底去定义上帝，迄是真无够格，一定是歪错的。所以到尾只有上帝对着这3个朋友讲：恁去为着家己献祭，了安怎样啊？你爱去献祭的时阵，我因为业立约伯，所以我就赦免你。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约伯的身份毋是伊家己拣的，独独是啥物货？是蒙上帝所呼召的。今仔日咱所有一切服侍，今仔日你正做君尊的祭司，亲爱兄弟姊妹，你一定爱把握这个代志。咱一定爱把握这个代志。咱上帝赏赐予人有君尊祭司的位分，情形是啥？什么人若愿意，什么人都有权柄；什么人若无愿意，什么人都无。上帝是真公平，上帝袂勉强咱。咱若期待讲我的祈祷，咱若期待讲你的祈祷，咱每一个个人的祈祷。咱若期待咱个人的权柄有法度真正发展出来，安尼咱就一定爱做这个代志。毋是咱家己要去爱的，我讲真，若毋是上帝讲好，我接纳你，咱就啥物拢无法度做。今仔日吼，我甲你讲一个代志，真现实的代志。我走去甲赖清德讲啦吼，赖清德我甲你讲。嘛个吼，人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国师啦，对无？那我甲你推荐，台南市永福路一段107号4楼，廖伟立先哦，做你的国师绝对赞的。赖清德讲哦，真的吗？好安尼哦，好，明仔载开始上班。你感觉？你感觉伊敢会安尼？会哦，哦，对你上有信心。你对牧师上有信心？我甲你讲，迄个身份是伊家己拣的。上帝拣咱，所以咱安怎样？
圣经讲，咱是受拣选的，毋是咱家己爱的。但是上帝既然若是拣咱，上帝就为咱负责。伊无亲像世间人批评，但是咱今仔日会当对着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款动力，咱会当通过咱的服侍，真正对着这个国家带出影响。你无一定爱去总统府上班，但是你有缘会当影响这个国家。你会当行使祭司的权柄，你会当介入，你会当调解。祭司有一个角色甲功能，就是借着上帝所赏赐，互你的权柄，你的祈祷会当通过这个来治理、来改变这个社会、这个社区，改变你的厝内底，改变你周围的环境。祈祷毋是一个言语上的工程，是生命实际的权柄的能力。亲爱兄弟姊妹，你一定要祈祷，一定要相信你的祈祷是有力量的，是会当做代志的，会产生影响力的。那无你祈祷什么？无你祈祷是啥？祈祷交代的是无？咱毋是咧祈祷交代，咱是通过上帝话语，咱照上帝所讲的遐条件，咱来完成。伊就一定会产生能力出来，伊一定会产生能力出来。上帝赏赐互咱有权柄，上帝赏赐互咱有能力。咱是照上帝话语去行去做，因为伊是一个事实，咱就会伫迄个事上内底会显出能力甲权柄，并且会当做成遐工。所以，咱是毋是有即款实际上的行动力？迄是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努力来打拼。这是毋是言语上的祈祷呢？是伫灵界内底介入这个事件，伫双方人甲人，或者是人甲上帝当中。如果若是有纠纷，如果若是有口角，伊毋是干那祈祷，乃是一方面祈祷，一方面咱来主动介入，咱会当去调停迄个代志。有一个朋友，伊是一个因当中啊，伊有一届去伫这个所在啊，伫美国了后，就亲像咱去 Costco 共款。迄人吼，伫个所在要买物件，了后其中啊有一个老大人落来，啊买物件的时阵吼，伊就伫个所在，啊因为是华人嘛，啊所以伫华人的时啊来到这所在买物件，因为是伫外国，所以买物件的时阵吼，啊伫个所在讲了无真清楚，就是伊的英语吼无亲像见机兄遐好啦吼。所以安尼讲几步哦，好啊！等后壁的人哦，伫个所在讲，迄是啥物人啦？咧介绍介遐久哦，滴滴嘟嘟啦吼，滴滴嘟嘟足久的时间。了后身边哦，另外一个人吼，就起哩吼，伫啊，下面讲的尾啊了后的时阵哦，迄个另外这个啊，咱台湾人哦，伊就去甲迄个另外迄个台湾人吼，甲付钱，哦，啊，就摕啊，这个甲付10块。的美金伫迄个所在，所以就付伊10块美金啊。尾后迄个阿伯啊吼，就怎含这个人吼做伙出来，介绍了两个人做伙出来。啊，两个人做伙出来了后的时阵吼，因个囡仔吼就伫迄个所在吼，问因爸爸讲：啊，你哪会买这物件吼？买遮久啦吼？啊，看你安尼吼，安尼贵个买物件，你是要买你爱物件，咧买甲安尼吼，遮无好势。买这个时阵，伊就讲吼，因这个爸爸吼，就因惊讲啊，就讲吼，啊伊就伫遐买物件，啊，就撸几步吼，啊，迄个介绍迄个人吼，就原来美国人啊讲话安尼，原来有一个腔口啦吼，啊，所以吼，就讲安尼吼，听也听袂清楚啦吼，啊，所以啊，伫遐下面足久安尼啦吼，啊，其实吼，就是伊伊原来早无够钱啊。吼啊，所以哦，就怎啊买无爱来付袂出钱，嘛，就伫遐足久嘛。啊，你知影吼，这就是会安尼啦吼。你亲像讲吼，
阮昨拜五的时阵啊，阮若要随因者吼，伫遐咧讲，我著讲吼，你敢知影啥？这个客人啊，食灵应啊吼，伊著讲吼，啥物哦？这客人啊，食灵应啊，客人啊，食灵应哦，这死眼眼啊，对吧？死眼眼啊吼，啊了吼，因著伫遐讲，啥物咧死眼眼的吼？啊了时，我著问随因者，啊无恁客人是安怎讲啊？是嘛？死眼眼哦吼。不是啦，不是啦，人家说不是啦，来，请讲，请讲。是强言哦，好啦，好啦，反正你知影，我讲这话就腔口啦，就是安，就是会听袂清楚啦。明明如果食英英，你就讲我死言言吼，对无？啊对吼，就会一定会足歹沟通的所在啦吼。啊，华人讲英语有的时阵，我带腔口就是安尼，要像见机啊迄款的吼，无几个啦。所以。就伫遐学足久，但是买手的时阵哦，这个人安怎样啊？这个人伊就伫个所在，这样吼，因这个囝吼，就问讲爸爸，安尼，啥物是？你是啥物人吼？是啥物人吼？伫个所在吼，甲你付钱的啦吼，啊无你若这5箍哦，你搁早倒转来，伊就伫个所在讲看，有他拄含我做伙来迄个人啊，哦，啊迄了后，因迄个朋友，这个囡仔吼，就马上起来吼，啊就摕另外一张哦20箍的美金哦去互迄个人。买手才了解吼，这个人是一个牧师啦吼。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个代志是啥？这就是属灵的权柄。祭司的身份是啥物货？伊可能会牺牲一寡，伫别人的欠缺顶面，伫迄个结孝的人员，甲这个阿伯当中，伊安怎产生一个事件嘛？所以无法度处理嘛。啊，后壁挡一堆人，无法度结孝嘛。了，其实大家人拢会当，当然毋是大家人拢会当，像迄头前迄几个人，可能即几个人可能若听无迄阿伯咧讲啥啦。但是哦，就是安尼的时阵，伊安怎？伊伫个所在甲伊斗相共嘛，就工中有一个台湾人嘛，所以听清楚明白这个代志，伊就来出来，伫安怎介入这个代志，处理这个代志。并且阿伯啊，敢若早就5箍美金，但是安怎？伊无够钱，所以买手的时阵，伊替付10箍美金。安尼看起来，这个牧师安怎样啊？伊就有吃亏嘛。但是伊看的毋是吃亏，伊看的是啥？上帝互我这个稳定，我即摆是台湾人，我会当解决这个代志，我会当处理这个代志，所以我就起来处理这个代志。我摕10箍来解决这个代志，10箍有可能拍无去，但是安怎？还阁继续伫遐，10箍会伫遐，但是可能拍无去，可能无定着等下。我毋知伊有想讲伊去后界去甲啥物人摕还是安怎样，无毋知。总是上帝敢有亏欠这个牧师？无。买手的时阵啊，伊摕另外一张啊20箍互这个牧师。牧师伫迄个所在嘛，甲伊讲毋免。你免摕20箍我，你10箍我就好。这就是啥？这就是祭司。调停伫人甲人当中，或者是人甲上帝当中的关系，咱个人得一定会当做成这个代志。上帝有互你这个权柄，虽然暂时看起来你计生会吃亏，但是上帝要互你的。是超过10箍美金，是20箍。当然你会当接受，当然你嘛会当退行，但是每一届你所做的决定，上帝拢会照你的决定加倍报答报赏伫你的身上。如果咱每一个人拢真做祭司，教会就可能真做祭司的国度。咱伫这一年内底，会一直。伫这个主题内底来宣讲，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若真正期待咱的家庭有改变，期待咱的教会进入上帝的强盛，期待咱对着这个社区有影响力，对着这个城市有祝福的开力，咱会当带着权柄来影响祝福台湾，咱一定要进入集体的温哥。咱一定爱三甲做伙同心，你一定会当看到上帝的荣光。咱三甲额头来祈祷。
主上帝，愿感谢你的听痛，遮尔济应允能力权柄要加添予阮。圣灵啊，阮向你恳求，提醒阮，恳求加添予阮气力，予阮会通拒绝罪恶，予阮保守伫圣灵的保守内底，伫圣灵加添的气力内底，予阮脱离卑贱的代志，成做圣洁的器具，互上帝所录用。安尼，阮会通成做一个名副其实，会通真正显出行使权柄力量，上帝所业纳君尊的祭司，就亲像约伯将基路话，诚侪遐伊的朋友，甚至是伫当中掠家己做有知识的朋友，遐人的帮赞。求主你加添阮这款心神气力，加添阮心灵的力量，同心仰望你。主你既然互安乐圣教会有这款诚侪君尊祭司的国度，主，阮要起来，要来对着你来行，精心祝福阮的家庭、教会、社区、城市、甲国家。并且做列国的祝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好，是无咱三甲做伙同齐来奉献。每一届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甲主三同行，互上帝的心对咱也来得到欢喜甲满足。咱三甲起立，同齐用这首诗歌同齐来奉献。主耶和华，我要奉献我的一生，做你采用。虽然我开了无够赢，我的心志却是坚定。主耶和华，我要奉献我的一命，做你采用。虽然我心身真软弱，恳求救主是阮赐福。亲爱主，赞我勇敢向前，传播福音。亲爱主，帮赞我要高举你尊名，你温柔的声，绵绵咧咧，我拢爱听。阮等候我到夜，何乐无说？阮等候我到夜，何乐无说？阮等候。高野，何乐无说？愿迄一位呼召你的主上帝，亲自伫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佮因为伊的恩典疼痛，亲自照着伊丰富的应允。互圣灵伫你心中运行，定定做伊所欢喜的代志，互你有能力拒绝一切的歹，
互你进入上帝圣灵性格的同在，互你对伊得到权柄、能力、甲慈爱，互你一生的侍奉，进入上帝所竞选君尊祭司国度内面的服侍，通叫你的服侍存到永远，得蒙上帝的纪念，得蒙伊的欢喜，直到将来进入伊的荣光，伫正圣徒面前，互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仔日咱第一场的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